他的实侦探，顶来上一只词来表达神秘的事件，乃是上到布拉格。也在看的东都历史遗产，有万上之母爱好的故都，也还变做了东都恋爱盘东分的丧尸。车客的所有景物，全都得为爱情牵出行较深刻的线。今日就特地叫我落去拜访，一位挺爱行是他做梦的乡亲 Sophia。Sophia 吗？对啊。你好，你好，我是钟汉，你吓到哦？有吓到。你跟我约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整个布拉格的美景哎。对啊，我很喜欢来这边，这边的景色很漂亮，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布拉格的这个全景，真的，然后这真的很舒服。所以你现在住在这边，不会就是因为这些美景吸引到你了吧？第一次来捷克的时候，是因为知道布拉格是很有名的城市，所以就很想来布拉格看一下。第一次是这样子，但是之后就是别的原因这样子。之后就是别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又突然交了一个斯洛伐克男朋友，但是他工作在布拉格。对。所以你是为了男朋友过来的？我们算是有远距离2年，就第一年就是他在捷克，我在台湾，然后他大概就是可能每隔2个月来台湾1个月。第2年就是因为他去香港念书，然后我们就也是互相的见面这样子。那就是他之后就跟我讲说，他很希望就是不要再远距，他很希望就是可以在一起生活。因为我来这边，我不想要只是在家里煮饭或什么的，我一定要有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喜欢工作的人，所以说我就跟他说一定要有工作，我才会来捷克。所以也不能说因为男朋友关系而来这边，也是有一种想要让自己学习的一个机会。对台南来的 Sophia， 头发是勇敢行过欧洲26个国家来背包客，转台过去，佢顺势考到了富丽东好的工作。不过简单老道，为平平稳稳的人生，沙得一转为外国碰底下分享台湾文化的高长度，因为牵起了 Sophia 老车客的缘分。出下马到车客2年的佢，今日会带人去探访佢哋布拉格青吃菜的国条。Sophia，布拉格这边美景这么多，其实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梦幻城市。怎么带我在星巴克这里？因为就是台湾也有星巴克，那所以我就感觉有点想家，然后想说来星巴克，感觉要回到台湾的感觉。我觉得哇，你怎么这么有乡愁？就是因为台湾也有，然后刚好捷克也有，所以觉得有那种相似的感觉吧。哇，对，听起来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珍惜在台湾的时间。没错。那你那时候其实来到捷克这里玩，应该有3、4次的时间嘛？可是现在真的住进来了，你觉得自己在心态上有改变吗？当然有改变啊，就是从一个观光客变成一种在地人的感觉。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不是住在布拉格，我是住在一个小城市。那小城市不是等于跟布拉格比起来更没有那么国际化，英文方面搞不好也都更没那么通。没有错，因为那边大部分人都比较说捷克文，他们那边英文不太好，所以我就是觉得跟那边人比较有隔阂的感觉。酷酷，你给我时不会讲捷克话，都不会讲捷克话。我来捷克之前，我有学过捷克语。是哦。但是学的没有很好。不过交朋友轻敌不能就是要会语言。那你又不会语言，那雷多那边就只剩下男朋友了吗？还有其他朋友吗？就是在我那个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年纪比较长的同事，他大概快要60岁，但他是我的算是好朋友。有些年轻同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比较难融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也够了。捷克人跟捷克人讲话，他们都是讲捷克语。他们不会因为你在那边就改成英语。是这样哦？不会，他们觉得很奇怪，所以有时候我就会一直听捷克语，但是我无法融入他们的对话中。所以乡村的年轻人让你感觉到比较不友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上面在乡下可能比较保守一点，大都市反而比较不会，看的人也比较多了？其实我还蛮赞同你的想法的，因为有可能，因为他们很多乡下都是在同一个乡下，他们很少去别的地方，所以他们可能接受程度比较小。但是在布拉格这种大城市，他们看的比较多不同国家的人，所以他们可以接受比较多的差异性。这是我的觉得。那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美好的经验在这边？你觉得如果我待在台湾，可能就真的取不到这样的经验？应该是可以说，就是因为它这边的建筑就是真的很漂亮，走在路上就真的觉得赏心悦目的感觉。
然后加上它这边的大自然也比较多，然后就是说像我们假日的时候，就会常常到不同的地方看看外面，然后或者是野餐车那种。但是在台湾可能就是空气污染比较严重，所以有时候坐在草地上就觉得那个草可能不是干净那种感觉，也许是这样子。瑶族嘅美景本人当上去，不过喺啲冬天，增了嘅东岛嘅美感係對氣理、語言、同文化嘅限制來嘅。每一個係本人樣樣嘅文化衝擊，電腦變到神法，讓手眼看唔到嘅相。一直到喺啲布拉吉，Sophia 將強鬆下來。故所佢哋名路當創立社團，希望台灣人做得相互串聯，分享自信，每天數一個誠意動聽。Sophia，这里是哪一区啊？哦，我们现在是小城区，那就是大家一般游客去旧城区，还有查理士大桥，那边观光客都非常多。对啊。但是其实我本身比较喜欢小城区，因为它这边的观光客比较少，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布拉格真正安静的那种氛围在。所以你平常休闲的时候就会过来这边晃一晃、走一走。其实我来布拉格也没有几个月，那所以说其实我还是很像观光客一样，就是在探索新的景点这样子。哦，现在小巷文化应该就是蛮漂亮的，真的很漂亮，就想拍个照。但是我知道这边前面有个景点，然后我带你去看好吗？好啊 ，OK， 走。美麗布拉格散步下晡嘅西上期，係條擺王國古厝其中嘅所在。每一種由巴洛克建築保存千完善嘅天氣，因為喺啲查理大橋同布拉格散步兩大景點之間，西上期變咗碌碌碌碌嘅旅行人同未冇注意到嘅地點。不過佢嘅點睛壓指，實係拜訪布拉格當地人親推薦嘅所在。唔掂喎，故事啲點壓嘅西上期度，實有一張本人想唔到嘅景點喎。I come to Prague. Yes. I've never seen this kind of a wall like full of the graffiti. Yeah. Okay. So do you know how about history of the wall? The history of the wall is coming to the year 1980, Oh. when the member of the Beatles, the group, was very famous Yes. in whole world. John Lennon Yeah, John died, Lennon. and the students would like to commemorate, to grieve about him. So they created on this wall this small statue to remember him. Oh, okay.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wall was used, and since then the wall was like a place where the students can present their ideas. Oh,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Yes. And also in that moment, the Czech Republic and Czechoslovakia, as we've been, was a part of this communism area. So always when there was some problem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Yes. students came and expressed their feelings. Same happened in 1988 when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former president, Yes. and in 1989, obviously, when we changed from communism to this capitalism. Yes. And also what i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this wall, this idea of expressing your own feelings by the students was used in 2014 Yes. in Hong Kong for the Hong Kong students to Oh, also yes. express The kind of umbrella. right,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bout the government. 8人年代跪太權嘅香港人，喺蘭龍上當下定抗議共產政府嘅票議，就算當局答應前年來切割，天一日上當又會下到年年，反抗嘅香港人本政府講係反社會分子，曾經騙人留西方嘅失敗，不過還係當係人民對自由嘅向往。雖然 John Lennon 唔是來過亞洲，不過他變咗當推香港人政治變革嘅重要符號。你现在知道给留用 John Lennon 当做代表是等于一咪啊，因为 John Lennon 不但是很有名的全球知名的人物之外，其实他也代表了反战跟和平的象征。没错。不过 Czech 亚边人是说他们是个性上比较剽悍吗？他们竟然敢跟共产党去对抗啊？对对对，在共产党时期应该是可以这样说。那 When you're coming,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zech people's personality? You think your opinion? I believe the personality of Czech people is very close to the personality of Taiwan, because we both of us are, let's say, smaller countries Yes. between two superpowers. Yes. It is, let's say, in terms of Taiwan, maybe China and America, America, yeah. and we are between Russia and Germany. Germany.
And with this, we are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With the way we would like to be just a free nation, and we want to prove to ourselves that we are good enough to survive and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at's for us the only thing we are trying to achieve. Can you take someone, for example, you think they are conservative or not, or activity? For example, if I can talk about religion, in religion they are very non-conservative, they are very open. This is actually the most atheistic country in the world. So nobody believes in a God here, this is the biggest. In terms of conservative, we are very conservative to the foreign nations or to the, let's say, foreigners to come to our country, and we are very conservative. So the Czech people don't have a religion? With religion, there is actually a nice connection here in Czech Republic. We used to be very religious here in Czech Republic, but that it happened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at the church was asking to pay 10% of your income and then pays additional money for whatever you do with the church to the church. And that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crazy. And around 15th, 16th century, we had this movement led by Žižka and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 church. The same thing you have it in Great Britain, for example. It's not depending on Rome. It's almost the same thing happening in Czech Republic. And since then, people realized the church is not about the God only, but the church itself is also about the money. This is why many people claim themselves to be non-believers. Maybe they do believe, but they don't want to have a connection with the church. 對中世紀歷史，天主教蠻輸車嘅嘅貪腐，到30年宗教戰爭，開始異教徒嘅長久歷史，然後勸退共產黨嘅無神論之上。經過苦難嘅車客人，前面顯出嘅馬薩祖唔信，萬難嘅交通也係未單單變到嘅國公，然後音樂會演出嘅空間，早就唔係信仰中心。透過卡美嘅分享，延長行卡了嘅車客，接下來聽聽 Sophia 強行去公司拜訪咯。这是一间什么样的公司啊？就是我们公司是一间专门做私人飞机的地勤公司。私人飞机。对的，然后就例如说像不同国家的民航啊，或者是外交官的一些飞机啊，那或者是说像军事用途，或者是急能救助的用途，或者是说商务用途。然后也有就是有些人只是为了玩乐，他们想要飞到某个地方，那我们公司就会有这样的服务去把这个事情给串起来。莫講限地，原來天上紅蝦就係專門俾私人飛行機使用。Sophia 講，個個開放私人飛行機，也係天一轉機已經多年咧，也按多年天天車客加入歐面去，幾隻市場又鬧熱起來。不過冇動天好啲。又唔會講車客化，我啲車客前條路係冇按改呢。故所 Sophia 當真下也冇艱難得到嘅機會。不過對間公司來講，呢個完全對當天2年老闆業務所屬嘅台灣社會嘅，到底有乜嘅樣面咯 Because you say the Asia market not really big here now. Why you want to hire Sophia? What's it special? 其实你不管跟我回答什么样的答案，你都是以护着他的他感觉吗？为主。对，那你都没有想过你自己吗？你可以問他。所以这我問他，他也不會回答，應沒有該是問你自己。沒有，就他知道你的問題。Do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Because I believe as a man I have a responsibility. Why you want to hire Sophia? What's it special? There is a lot of things why I hired Sophia. One of them was the personality. We're not just looking at the culture and where the person is coming from, but also I saw her personality. It was very fun, cheering. We looked for someone who speaks English, and the fact that she spoke Chinese was an added value for us. We started talking. Our interviews are usually very informal. So we talked a little bit and we realized that she has more skills than we thought. We gave her a test.
a mathematical test to calculate how much revenue she saved in the company she worked before, and I was amazed by the way she was calculating stuff from her head. And I looked at the HR manager and I said, yes, this is how we hired Sophia. 你会吃得懂沈七？他那时候跟你讲说，我雇佣你是因为你很幽默，你很把他干够。其实我也蛮压抑的，因为那时候我是第2轮才跟 CEO 去做一个面谈，然后那时候面谈的过程中，他就觉得我很幽默，他直接就在面试的时候就跟我说，真给的。因为他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公司算是一个中小型的公司，每个员工其实他是需要非常契合其他员工的，也许个性方面，就不能说你每天就来工作，然后你就使用电脑，然后你不跟别人说话，这个是无法被允许的。所以他们会需要找一个员工是会真的跟别人去做沟通。那例如说，我有个经验，就是他虽然工作能力非常强，但是他有天就是突然被公司 fire 掉，然后他就问说为什么我会被 fire 掉？他就说其实真的重点不是在于你的工作能力，是在于你走在路上，你会不会跟你的同事打招呼？哦，我那么乖哦！我刚刚在外面走一下，想说去找一下厕所，我看到路上的人都会跟我打招呼，哎。对啊，很正常。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打开门一定会是。随时伫做香港嘅 browsing， 迄车客人平常生活度做唔得吸收嘅润滑剂，老七个只好类比，还甲创始团出嘅祸害互通，和家家鼓励员工提出建议，安尼开放式嘅公司文化，和 Sophia 太开眼界，老张到车客第一份条路本你条条刺铁嘅无顺利类比，第二份条路度本 Sophia 牵到了跳板嘅脱力和自信。刚走进来，我发现这个员工的脸孔上好像不是全部都是捷克人。对，有些人他长得像亚洲人，但是他不说中文。哦，这间的员工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吗？有啊，例如说像最基本，因为这间公司是捷克公司嘛，那但是他们员工也有很多是斯洛伐克来的，或者是说像我是从台湾来的，然后或者是乌兹别克，或者是俄罗斯。这么多员工来自不一样的国家，一定对某一些事情有不一样的观念。那你们在相处上要怎么去沟通？其实在这边工作的好处是，大家都会讲英文，因为其实，在捷克有很多公司，英文其实不是他们主要的沟通方式。但是在这间公司的好处是，不会讲捷克语也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的共同语言是英文，以英文为基本，语言方面是可以去学习嘛，但文化方面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所以说，俄罗斯跟捷克跟台湾随便这3个国家就好了，它文化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你们在相处上面会不会有磨合的时期？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要去了解对方的习性。例如说，像我有注意到我们俄罗斯的同事，他其实基本上不太跟其他同事去吃午餐，他会自己吃午餐。然后像有时候晚上下班之后会有些活动，就大家去酒吧喝酒或什么之类的，或是公司的派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俄罗斯的同事也没有参加过。可是你去那边走条路，你在那边工作，其实要磨合这么多不一样的文化，我相信是相对的不容易啊。可是在这个工作的内容上来讲，你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吗？对啊，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旅行，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把很多人送到不同的国家，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参与一些蛮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有些军用的一些合作啊，你就会觉得说，或者是一些救难的动作，因为有些像地震，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些私人飞机去那边救难，你就觉得说，好像你也是参与在其中的感觉。无论係串聯192隻上市嘅起床服務，享受做事帶來嘅成就感，還係平常有限嘅時間，天數當地有名嘅服裝設計師開拓亞洲市場，透過幾年嘅難平嘅天數，Sophia 韓國唔少用家設嘅時間，一用做到自己嘅目標，調擺困難老師派，每本嘅有機會頓定下來，是他嘅追求人生嘅方向。
你来这边其实算一算是2年多的时间嘛？对，没错。那一切还很适应吗？现在到布拉格其实比较开心，因为布拉格比较多活动，但是之前在那小城市，比较无聊，就每天下班回家煮晚餐，用一下电脑，也许看个日剧，然后就有点生活重心就是全部在他身上。因为他就很像我的家人，然后每天就是相处在一起。不过你在台湾就有同好的投入啊，你用想到我 V 够几个勾了鸦片。就像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我觉得我不会一直往坏处想，不管结果是好还是坏，我觉得我一定会从这个经验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也不是浪费时间，也会有一种那种感觉是，既然都出来，是好好争一口气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就会很想要努力做一些也许在台湾无法做的事情。So because I know Sophia, because of you moved to Czech, so now you need to move to Singapore. Right. So do you want let Sophia come with you? In my heart, of course, immediately. But on the other side, still, you need to consider that Sophie would like to also work. Yeah, She just don't want to stay at home. So we would like to use these 3 months to find a job for her on the first side in Singapore, so she can keep the job she has in this very moment. And on the second side, I can also confirm for Sophie that Singapore is the place we will stay. Yeah. So this is the reason. 你对现在的工作其实是算相当的满意，工作性质。那如果又因为这样子要放弃这边工作去新加坡，会不会又觉得自己又委屈了一下？其实我就是可能2条路吧。第一条就是跟着这个公司在新加坡工作，因为我知道这间公司他们是有可能性是可以外住的，但是他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新加坡一般的薪水还是比捷克高，他是觉得真的不用眷恋太多。其实你不管跟我回答什么样的答案，你都是以护着他的感觉吗？对，那我都没有想过你自己吗？你可以问他。所以这我问他，他也不会回答，应该是问你自己。没有，我觉得他知道你的问题。Do you understand his question? Because I believe as a man I have a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is to take care of my family. And if I have a chance to achieve something in my life and make family happy, it's nice to go to Taipei when you think you are free. That's okay. But you don't go to Taipei just because you be in Taipei. I don't go to my hometown to be hometown. What? You have thinking, you have your heart. You follow your heart in your thinking.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有远距一段阵子嘛，然后就是现在又终于在捷克在一起。那应该是说，不管就是他又去什么样的一个城市，然后我希望说2个人还是可以在一起生活，然后就像家人一样，就是互相扶持，就是很辛苦的时候吧，应该是可以这样说。不过去到哪边都唔会轻松哟嘅，去到哪边都不是最重要，重要跟你用啥做对空花生发，一起为这个生活，一起有共同目标，一起生活下去。对，然后一起成长，这样子。神明度真是个自由，绝对唔会散开，去开下来。无论是希望陪 Sophia 行靠好未来嘅卡面，也係為到愛直接表下一切嘅 Sophia。在愛情嘅上苦挖口度，佢條處境嘅為上苦嘅未來共同打拼，唔是定義，唔是強加，在愛情度保有自家嘅步調。Sophia 無人比得嘅勇氣，每步人前度踏步向前行嘅一條。看到冇？咱大洲嚟到鴉片哦，鴉片就個按斗寧，今年要去哪邊嘅？今年就要去哦，鴉片現做4K 嘅庫倫洛夫，一扎距離布拉格差唔多180公里嘅所在。通講哦，咩赤 K 人清好凸開嘅身體哦，庫倫洛夫都帶有去講嘅哦，用強好嚟期待哦。唔是拿出好上證證明嘅好上 bus， 係赤 K 境內輕利片嘅交通工具，通通跳跳嘅 WiFi。事前嘅涼水，係旅行人上唔到嘅驚喜。下南3點鐘，行經德歐邊境，看到嘅就會陪跳唔過去嘅江江西鎮庫倫洛夫。
话唔是多讲，莎莎先去拜访嘅乡亲李平。请问是丽萍吗？你好，总婚，一个。OK， 我来请讲。哦，I'm Damien，I'm Dali。达利，哦，会讲中文哦。是。库伦亚夫鸦片，我真的觉得空气好新鲜哦。惹豆鸦片，我一进来，其实我第一个发现就是它有一条好大的河，好像包围着这个城市。Actually, it's protecting here the town, and that was the best place where they could build up the town protected from this environment. 算是有点像护城河的那种感觉。是。达利，你是住在这边长大的吗？我现在我老家是就住在这边，差不多2-3公里了，很不远了。所以基本上我父母住在这边，我也是在这边长大的。那你了解这边的历史吗？这边他们其实是从13世纪的时候开始，然后经有5个不同的家族在经营这个城堡。在2战结束之后，然后才归回大家，然后从1992的时候被列为世界遗产。但是在这之前，这5大家族，像一刚开始是 Vitek 家族，再来是 Rosenberg 家族，所以其实在这个镇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 Rosenberg 他们家族的一个家徽，就是玫瑰，舞伴玫瑰。对，等一下在走进街道里面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你们这样嘎过了用专业听听，你怎么对这边的历史这么熟悉？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所以还是有稍微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从童话梦归用嘅库伦洛夫，系恰係千有名嘅中世紀古鎮，充滿歷史韻味嘅風納福城鎮，老彩飛塔上坡，本人俄羅州南波西米亞親江嘅一類賣小化。對於13世紀，因為貿易環境變好，又因為幾百年來火柴三國戰火嘅傷害，庫倫洛夫嘅江將做得完整保存到今，變做重要中世紀古城完整嘅歷史見證。除了火巴以外哦，我还有看到一些绘画跟一些像雕刻的风格，好像是我在其他城市没有看过的。It's quite old and keeps that architecture from that old time. So it's actually most of the things you can see here. That's a Renaissance, and that Baroque, which you saw in Prague, didn't really develop here. 所以它那种风格在这边是有一个称呼吗？他们当时一些彩绘的方式跟就是旧城区的一些外观的装饰的一个形式，就是文艺复兴的形式。你现在看到的都是画上去的。那不是一块一块石头拼起来的吗？不是，我觉得穿的有点像滑水道哎。做好准备啊！我有感觉到水流有越来越急了。是，现在不要把那个桨放在船上。放船上。对。OK。对。OK。哦！小心！我去！你现在看到的都是画上去的。那不是一块一块石头拼起来的吗？不是。That's in a painting. Oh? You have a different kind of techniques how to make that plastering the wall looking the different way. And in the Renaissance it was a really popular, really fashion. So it looks like the plastering making from the stone. 真的有吓到我！他们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说，他们可能是缺乏物资，不是以大理石或以其他石材来装饰城堡外围，但其实并不是，是因为当时的艺术风格传到这边的时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所以那个风格他们就以这样的彩绘方式来做一个城堡的装饰。这也算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对，是这地方的特色。老公读理上练7年嘅李平。係對屏東市來嘅客家鄉親，太學堂臨床心理學、薩斯托腦科學嘅李平，同校用目標嘅角度來看世界，透過幾段喺海外嘅學術研究來旅行，大概係行遍世界嘅好奇心。未因為安尼，讓庫倫洛夫結下嚟解唔開嘅緣分。其实对外面空海一真正懂情处哦，好像一条胎火把拥抱这个城市，把它抱起来，真的紧紧的保护它。不过
中间我记得捷克这边有一些战争啊，都完全没有被破坏掉。因为这个城市是比别的城市小的，所以在这边没有那个的 industry， 对 during the war time 那个的很重要的东西，在这边没有啊。应该说，对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它并不是一个工业城市，然后也并没有重要的机场或者是一个经济中心，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要是战争时期会被敌方攻击的一个城市。另外一部分是因为 UNESCO 现在世界文化遗产有一些经济上面的资源，然后借以来保存这个城市的风貌。现在啊，我们所在的这个斗篷桥啊，其实跟台湾有一个很深刻的关系哦。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It's because during the floods in 2002, there was a big flood here in Czech Republic, and it destroyed a big part in Český Krumlov and also a big part in Prague. And after the floods, the city needs quite a big reconstruction. And as this bridge was partly reconstructed using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ally? Really. So that helped to make it preserve it in the original shape that it was beautiful before the floods. This is my land, right? I'm not really sure about the land, but definitely thanks to you, keeps in the shape as it is now. No. 我觉得我开始慢慢的羡慕你可以住在这个城市。那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来到 CK 这里？一刚开始大家来到这里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这边的美景，然后来旅行。那我也是相同的理由来到这里。那是一个背包客的方式，然后认识了我先生，也就是达利。哦，是讲累了被告，因为告都加了鸦片哦。他之前在台湾待了大概5年左右，但是我并没有来这边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来这边能够住久一点，然后习惯一下当地的，体验一下跟习惯当地的生活方式。李平讲，科伦洛夫的墙是唔但将迄啲强强的建筑群地图听听哦，伫桥顶的太刺眼下，都切起阿美河，妇女坦然后顺条爬山的，迄当天下秋两季清楚分享嘅雾霾发通，每对目标构图认识科伦洛夫的情况丰盛。这个手放在上面，手放在上面。对啊，跟前面。这样子，很棒，很棒，很棒吗？庄汉要是在河上啊，看到其他游船的时候，这边当地人的习惯都会说阿吼哎，阿吼哎，阿吼有哪个意思？阿吼哎就是他们的你好的意思。哦，你好。是，但是其实呢，在这个有跟 sailors 的关系，那个在世界上用 sailors 都用那个阿吼哎。水手都会用阿吼哎。没有。是。我觉得啊，这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夏威夷讲阿罗哈。阿罗哈。阿吼哎。是。哎，妹妹，哎 ，wrong direction, no road。这边有一个号码，哎，8号出口。是。跟变成那边哎，要比较太条呗。但是这边的落差很大，这个8号是设计让那个划船的人或者是独木舟人可以从这边下去。哦，你感觉表情可以有点像滑水道哎，做好准备啊！我有感觉到水流有越来越急了。是，现在不要把那个桨放在船上，放船上。对 ，OK， 对 ，OK， 哦，哇，小心，稳住，好，哇，哎，我没有想到，刚刚那边其实完全是风平浪静的，是啊，水到里面。真的对，哦，那边还有一个像瀑布一样的东西哎。是啊，所以我们无法通过这个水坝，我们必须要通过水道，我们才可以顺利过来。哦，要不然你休闲活动这么刺激，对吧？哇，无天阳可爬山呢，莫讲来个科伦洛夫。李平讲，当地的大部分人单单只有167架的细船呢，莫看李平按点钱的用的哦。佢平常请好了他哩向下爬山的，去300。嘛，该激烈嘅雾霾运通，佢都勇敢去吃。想到佢家下那去上班的用呢，为人嘅稀是做无强的啦。丽萍，我看你的气质、谈吐都这么文绉绉的，你怎么会喜欢这种户外活动？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吗？因为我从小爸妈就会带我们到户外去爬山或者是露营，
所以其实从小我们都常常跟自然接触，或者是做一些户外活动。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个人就已经有这样的兴趣了。再加上我那个学飞行伞的契机，其实是因为我第一次自助旅行的时候你，还有学飞行伞？是啊，我跟你外形完全都不搭嘎。那时候我在瑞士的时候有体验过那个 skydiving， 它是用小飞机载你到高空，拖着你这样子，然后跟教练就是练在一起。那从飞机上往外，然后也是用飞行伞的方式，只是从飞机上往外跳这样。而且从高空看世界是另外一个角度，然后从此就非常想要从高空再次的看这个我居住的地方。那老公有跟你一起做过飞行伞吗？嗯，我们是在一起学的，哦，一起学的。所以我有自己的伞飞，他也有自己的伞。你们我们是在一起去飞。还有自己的伞，是。可见你真的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因为读书的时间极之较困难，李平渐渐会遇到神法，来共考2条股。迄个有机会航权太自然，就係佢輕輕鬆吃菜的時間。有共同興趣的2、3人，每因為安尼行卡家庭的幸福老牽連。運動過後，特別需要補充能量，天天踢力跳下來去食好了。Dali, why you recommend this restaurant for me? This restaurant is actually very famous here for the food. Even like the people who are living here in the town, they coming here for the food. It's not just for the tourists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ey just make the delicious food. 我们从哪一道开始吃？因为我其实不吃肉啊，你不吃肉？对，但是我会吃一些鱼类或者是海鲜类的。我现在看到鱼，我突然想到，我记得捷克好像没有什么海鲜吧？怎么会传统的食物里面怎么会有鱼？哎，因为这个是淡水的而已，所以这个不需要用海，这个就在这边抓到了。这个是像花椰菜吗？是的，是炸花菜。它这花椰菜它是去直接用炸的还是怎么样？上面裹一层粉？是，他们就是炸的。炸的。对。另外啊，吃花椰菜的时候，通常会放了一些蘸酱在旁边。哦，英文叫是 tartar sauce。先闻一下，好像有点大蒜，是不是？看每一个店家他们会有不同的风味，但是基本上会偏其实它是有点像是这样白色的蜂蜜芥末酱，再加一点点蒜头在里面。可是捷克这边当地人应该是以肉食为主食吧？那你在那边吃素不会很不方便？我现在去看台湾，去找他，看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生活怎么样，所以我就去台湾看。他那时候半年突然就是这么积极的行动力这么强，跟你讲说我要过去找你的时候，你怎么感觉？我觉得好啊，来呀。可是捷克这边当地人应该是以肉食为主食吧？那你在那边吃素不会很不方便？就是我在捷克吃东西比较觉得有点困扰的部分，对，因为他们主要会是以肉食为主，再加上奶类制品 ，cheese 或者是一些 yogurt 类的。要不都是人嘅东西，要台湾按捏，你又喺度屏东过，错冇？屏东按捏，要不是人嘅菜，有习惯吗？其实他们还是会有蛮多热食啦，只是因为蔬食的关系，所以比较在食物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方便。跟有的时间不地不卡住嘛。对啊，像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常在家里煮。对。如果你住在 Q 咪，可能喺台湾在 Q 咪啊，跟情长上是有关系。因为他之前在台湾已经住过大概5年了，所以其实他也蛮习惯台湾的食物，但不过是因为比较难买到亚洲的调味料。他做的菜超好吃，所以在这边或是在台湾没有差，可是就是那个的味道，那个口味没有一样。老公非常挺你哦。没有，他李平讲，也比冇台湾好食嘅拍米飯，台里嘅主食係屬於來同種法版，都係用來搭配各種料理嘅 connectivity。恰克雖然唔係美食獨有名，不過質樸嘅調味讓料理豐盛，讓恰克人享用溫順。
查理推荐的一间在地路店，正经现在的吃客吃到青褐色的一层。去过暗斗会贵嘎，你不是当背包客的经验其实蛮丰富的。你去过哪些国家？从18岁第一次自助旅行开始的话，那时候先去北欧为主，跟一个表阿姨一起去。那我们去了挪威，然后瑞典，然后丹麦、德国。那后来有机会在自助旅行的时候，我去了荷兰，然后法国。然后再来德国跟捷克，那也去过了美国，然后亚洲的话就日本跟菲律宾。因为按后面跟按后上的时间，就都在去过暗斗会贵嘎。第一次自助旅行的话，那是一个机缘，也就是我把小时候所有积蓄全部花掉。所有的积蓄，恭喜你公开18岁的时间，怎么会舍得一次把钱全部花掉，花在旅行上面？那时候就想说，其实有机会到国外走走的话，那自助旅行是一个方式。那当然，它也让我有另外一个机会多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就希望说，有机会的话，那我就把这机会把握住，然后跟阿姨一起出国。估算你大概出国的时间哦，你赌到这条新鲜跟你第一次认识的人，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跟他们交朋友？我其实很珍惜朋友，是因为其实从小的话没有家人陪伴。我父母从我大概10岁的时候，他们就车祸去世，所以其实一路上都有很多朋友在帮助我。那所以不管我去到哪里，我觉得是一个很珍惜每次见面的缘分的方式，在跟其他人互动。估算很上心哦，就以为你。亲是有廿岁关心的年纪，无特个人生清态的挖苦，因却对东南 TV 李平世世界形容的富平相通。东家嘅面对现实老慎重，透过大家沟通的立场，李平对众多贵人朋友。欣赏生活得到温暖、老能量。每一位安尼得到当珍贵嘅客人，一天的时间，老客人伫河坝顺着配饼嘅生活，系里片简单又幸福嘅时光。你那时候是跟我们丽萍是在捷克这边认识的。对啊。那你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很聪明的女生，跟很独立的。她一个人来这边，在欧洲一个人旅行。一两个月，他就什么都不怕。我觉得台湾的女生很厉害。丽萍是过来这边玩嘛？你对她假设是这么样的喜欢，可是她一下就离开了，你们怎么去维持这样子的感情热度 ？Now it's very easy, you know. It's the you can use the Skype, you can keep in touch, you know, for the long distance, and you can just go to Taiwan and. It's the flight ticket's not that expensive. You just can go there, right? And so you go to Taiwan because of Li Ping? Li Ping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个台湾人我认识的。我想去看台湾，跟去找他，看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生活怎么样，所以我就去台湾看。他那时候半年突然就是这么积极的行动力这么强，跟你讲说我要过去找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我觉得。啊，来呀！对啊，他行动力很强，所以即便他那时候还是学生，然后其实收入也是没什么，应该说没有收入，对，因为没有什么机会打工，但是就是很努力的在找便宜的机票，那找到机会，然后时间点也对，因为我那时候在上班，刚好有年假，那他就想说好，那时间那他就要过去，他就决定就要过来，就没有想到一来以后就。用5年的时间就差不多就过去了。对啊。其实我跟你们相处的这一阵子啊，我感觉到其实他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行动力非常强。那反观丽萍，我也讲到了，我就觉得你气质很优雅，其实讲话有点慢慢的。那你们两个在沟通上面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一个很快，一个很慢，会有点不适应，会需要磨合？他有时候很积极，那有时候就是反差也会比较大，所以情绪起伏会比较大。那我可能是比较中庸型的，对，所以有时候也需要就是拉着他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性上面的互补，所以可能让我们两个之间有机会继续走下去。给我使用几样用的那种讨论过我做的鸦片主要是因为通常我们都待在台湾，大部分时间应该说几乎啦，我们都在台湾度过，所以一
方面他想让我体验一下捷克的文化，跟他家人一起相处。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选择。那我们就想说，那就离开台湾，回来捷克试试看这样。你也觉得过来这边还不错？对，现在还在适应当中，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的过程，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结婚，那假如说之后要生小孩或者什么家庭计划的话，我也希望我能够多了解一下，就是我另外一半他的生长环境跟他的文化背景这样。为了延续一通感情，他哋3万申请台湾那样相关的婚姻，还因为安尼牵起了台车两体太福，变做了姊妹狗。加定用于台湾文化，他哋行业礼品的知名度，变做了无人推理的武汉人。5年过后，本礼品变下一切，让他哋转到家乡。不过，老本来嘅比起来，那样专业伫中下当冲东南前多条路。因为现场都要偏的条路哦，无算讲懂稳定嘛。佮有想讲我去台上是走条路啊，还是讲走去台湾前条路咯？毕竟我们也才刚回来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所以我们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最主要还是先跟家人相处。那能够找到工作的话，当然是最好。那假如说待了一阵之后，可能1年，那我们觉得真的状况不是如想象中的顺利的话，那其实不排斥回去台湾。对，因为你条摆伫台湾没有条路咩？没宋慧共有自己的专业，没偷到硕士了嘛，然后读的是脑神经科学，其实很专业的项目。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为了这个老公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来到这边，一切都要从头适应？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我觉得应该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优先顺序。那我觉得，若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家庭，你觉得它很重要，你把它摆第一，那当然，就是先以它为主。那目前我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先顺序。其实，工作或者是任何就是事业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没有次于家庭的，对，所以。这是我现在的选择。你这样加过人2年没？然后给他不卡你相处方面还适应吗？我相信他们也需要适应我这个外国媳妇，但是我觉得，对啊，他们都很热心，然后都很愿意，就是有耐心的来陪伴。那即便我觉得语言上面还是有些隔阂，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被接受的一个环境。古时候呀，对你来讲，嘛个黑真不寒哦。以前到现在，我觉得定义的家，就是我觉得可以用爱来讲，对，所以我不会把它设定为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点而已。当然，你说真的定义上面的家的话，你说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小孩，当然那是一个就是最终极的定义。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只要有爱，或者是只要彼此就是相信跟支持的话，其实不管到哪里都是你的家。活下是人类清早加永远的向往。新的家庭每本礼品的习惯都得安定下来。面对未来，佢一直用正向的心态来看待，无因为困难的打击就冇睇嚟对人生的热情。听过言谈无公平的代志，佢现在把握也还有嘅达通幸福。感谢礼品，陪有机会过检视自家的幸福。原来，就系强强啲嘅。轻平实又温暖的生活度。